即摆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6年6月初5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33篇第1节到12节。创世纪14章17节到24节。使徒行传28章第1节到第10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祝福。基督徒受呼召的目的是甚物？常常听到人讲基督徒就是要来得到祝福的啦但是呢，事实上这是犹太教的想法。因为因袂记即上帝的呼召亚伯拉罕的目的，其实就是要互人得到福气。基督徒得到福气，嘛爱会通感恩，嘛爱诚做别人的祝福。创世纪14章17节到24节记载着亚伯拉罕伊胎儿基大老马了后，祭司撒冷王麦基洗德来甲伊祝福，亚伯拉罕就献上感恩的奉献。圣经的记载，亚伯兰胎儿基大老马以及甲伊结盟的王倒来的时，索多玛王撒米山国来迎接伊。撒米山国就是王的山国。主权上帝的祭司麦基洗德嘛带饼甲酒来，甲亚伯拉罕祝福讲：愿创造天地主权的上帝赐福予亚伯兰。愿亚伯兰胎儿对着的主权上帝得到称赞。亚伯兰将所隆重所得到的1/10送予麦基洗德。索多玛王甲亚伯兰讲：人交予我，财物拢予你。亚伯兰甲索多玛王讲：我指上主创造天地主权的上帝咒诅，你所有的物连一条线、一个下带，我拢袂摕。请免你讲我予亚伯兰好业，毋过壮丁的牛失，你着保我。甲我做伙去的阿乃以色国，万里应该得的份，着出在因体。保罗受领了后，因为伊的要求，就被介送到前往一个罗马，准备伫皇帝面前来受审。伫路中，罗马的军官因为无听保罗的预言启示，拄着大风涌，地到着流浪到伫马塔的岛。这个身为救赎的保罗，并无袂记这上帝予伊的呼召，就是爱诚做别人的祝福。咱看见伫使徒行传28章第1节到第10节，记载着装车时的一个情景。阮安全上路了后，才知影迄个岛的名叫做马耳他。当地原住民对阮非常的亲切，因为落雨佮寒，就起火甲阮接待。保罗捡一捆柴，焐落火，迄阵有一尾毒蛇因为火烧走出来，甜着伊的手。当地原住民看到迄尾蛇吊伫保罗的手呢，就讲来讲去，这个人一定是杀人犯。虽然对害你捡着命，天理无容允意外。保罗将迄尾蛇压落伫火里，拢无受伤。遐个人拢紧紧在看伊的手会肿起来，还是伊会忽然来劈落去死，还是袂。因听后真久看伊拢无代志，就颠倒想讲伊是神明。海斯的头目布巴流有一块地离迄所在无偌远，伊欢迎阮伫遐住3日，真亲切来接待阮。当这时，布巴流的老爸患着热病甲赤痢，
倒伫面床，保罗入去，甲伊换手祈祷，甲伊医好，因为即个代志，当地其他的病人嘛来，拢得到医好。因送阮真济的礼物，阮要开船的时，将阮所需要的物件送到伫船顶，互阮。诗篇33篇第1节到12节，义人啊，着因为上主来欢喜；正直的人啊，着称赞伊，拎着弹琴来感谢上主，用10条弦仔的琴来学乐伊，弹互真水，着对伊唱新的歌，大声欢呼，因为上主的话正确，伊的作为拢可靠。上主伊爱公平正直，伊的慈爱普及全地。强创对上主的话创造，日月星辰对伊的喙分的开造正。伊甲海水集做堆，甲深淹收伫仓库，全地着敬畏上主，世间人拢着敬畏伊。伊一个讲宇宙就出现，伊一个命令万物就形成。上主互日邦会过无落空，互万民会过无失头。上主的计划永远袂变，伊的心意线到万世代。认上主做上帝，迄个国真有福气；受拣选做伊的产业，迄个子民真有福气。感谢主，呼召阮诚做基督徒，互阮得到福气，嘛叫阮着爱知影通感谢，知影着爱分享，并且努力诚做别人的祝福。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